第5項質詢湯家驊議員。主席，根據呢個公司條例第142、143條呢，如果有公司嘅成員申請同埋持有好嘅理由呢，法院作出命令公司通過特別嘅決議，或者財政司司長覺得有情況顯示出現第143條1C 條所述嘅事態嘅時候呢，財政司司長可以委任審查員調查有關公司嘅事務並作出報告，亦都可以藉此法例所賦予嘅權力呢，係直接監管香港公司嘅運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自上述嘅條文訂立至今，財政司司長曾否引用該等條文委任審查員調查本港公司嘅事務？如果有，引用嘅日期、調查嘅內容同埋檢驗嘅結果；如果冇，原因為何？二、財政司司長現時根據乜嘢嘅準則、考慮因素同埋程序，決定是否委任審查員調查個別公司嘅事務？此外，當有股東或者市民要求司長就個別公司嘅事務引用上述嘅條例進行調查嘅時候，司長又以乜嘢嘅準則同埋程序決定是否介入，以及會否公開有關決定嘅原因？同埋第三，財政司司長會否運用呢個調查嘅權力，以彌補金融監管機構喺呢方面不足之處？若會，準則係乜嘢？若否，理據係喺邊度？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代理主席。根據我哋嘅記錄呢，財政司司長過去曾經引用公司條例第142同埋143條，委任審查員調查38間公司嘅事務。公司嘅名稱同埋委任嘅日期呢，就載於附件 A。由於時間所限呢，我哋無法查核所有個案嘅調查同埋最終嘅結果。附件 B 呢，就列出咗自92年開始涉及嘅16間公司個案嘅簡要結果。喺第二部分嘅答案，財政司司長只會喺涉及重大公眾利益嘅情況下，先至會行使公司條例第142條同埋143條嘅酌情權。就個案係唔係構成重大公眾利益，財政司司長係會考慮一系列嘅因素，例如投訴所涉及嘅範圍同埋嚴重性啦，預計調查所涉及嘅困難、成本同埋效益，以及有冇其他嘅補救措施。如果申請人係根據條例第142條提出申請，而財政司司長係拒絕作出委任嘅話呢，財政司司長一般呢都會向申請人呢簡述拒絕嘅原因嘅。第三部分，好似上面所述呢，財政司司長會考慮個案係咪涉及重大嘅公眾利益，同埋而決定係唔係行使公司條例第142同埋43條嘅酌情權。值得留意嘅係喺2003年4月生效嘅證券及期貨條例，賦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對上市公司更加大嘅調查權利。佢調查權利呢，大體上與根據公司條例委任嘅審查員嘅調查權利呢係相似嘅。不過證券及期貨條例呢係較為近期制定嘅法例，係會俾到證監會較具體嘅權力，所以比較切合現時嘅需要。另外，公司條例第142同埋43條嘅調查呢，只係可以就公司嘅事務作出調查，而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呢，證監會呢係可以喺更加多嘅情況之下展開調查，包括對影響證券市場同埋行業違規同埋失當嘅行為嘅。多謝主席。湯家驊議員。主席，我覺得政府嘅回應實在令人震驚嘅，因為呢個答案過去30年呢係有38次呢財政司司長運用佢嘅權力。但係回歸以來12年呢，只係運用咗1次調查2間公司，其實係一個事件嚟嘅。而中信泰富咁大件事呢，竟然到今時今日呢，都未有運用呢個權力去作出調查。主席，其實政府係完全冇回應到我第3條嘅問題。我希望副局長睇清楚個問題。個問題係話財政司司長會唔會運用公司條例嘅權力去彌補金融監管機構嘅不足？如果會，佢嘅準則係乜嘢？如果唔會，理據喺邊度？咁副局長呢就只係將嗰個
條例嗰個發展同埋呢個證券及期貨條例嘅通過呢係作答，係完全冇答到我個問題嘅。咁我希望政府答一答，係咪而家佢係意味到就係因為有咗呢個證券及期貨條例呢，呢個司長呢就係唔會運用佢嘅權力㗎啦，甚至乎可能將呢個權力取消都得嘅。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多謝主席。喺回歸以來呢，你剛才都指出呢，我哋係較少運用呢一個條例。咁最主要嘅原因，其實我哋冇逐樣嘢睇過。不過最主要呢，亦都係因為個證券及期貨條例生效咗之後呢，呢一個條例呢係賦予嗰個權利、個權啊，調查個權同埋佢嘅範圍呢，其實更加切合可以用到嘅。咁所以喺中信泰富嗰嘅調查上邊呢，我哋亦都考慮到呢，證監已經係進行調查，都係完成咗報告。咁警方亦都係進行調查，而兩方面呢，兩個執法機構呢，亦都有足夠權利呢去調查因此個公司所可能涉及嘅失當行為。咁所以我哋係喺現階段咧，唔認為係需要引用到公司條例下嗰142、143嚟去再進行調查嘅。多謝。湯家驊邊部分冇答？佢根本冇答到，主席。個問題係點樣去彌補呢個金融監管嘅調查嘅不足？咁喺呢個中信泰富嘅事件裏邊，已經超過咗年幾都未有公開報告，咁係咪有所不足呢？如果係有所不足，點解唔運用呢個權力去彌補不足之處呢？主席，呢個係問題所在啊嘛。OK， 請坐下，請坐低。局長，多謝主席。而家個調查正係喺度進行之中，咁亦都未有一個結論，即係當佢完成調查之後呢，就將個調查結果呢會呈交到政司。尋求佢嘅指引，睇下有冇足夠嘅證據係作出任何嘅檢控。咁喺喺現階，我哋認為呢，如果引用另外一個公司條例嘅話呢，係冇咁嘅需要去彌補任何不足嘅。而家有足夠嘅權力去查呢件事，亦都係喺度進行之中。所以喺現階段係唔覺得有需要引用另外一個權去做。咁當然將來如果喺嗰個調查進行嘅之中，係嗰個結論出咗嚟之後，或者係有顯示係有需要利用呢個權力嘅話呢，我哋再考慮。好，先培。